嘛是真精彩，一年一届家己国际管乐节20特别上场，这一届邀请6个国家拢总11个团队来表演。今年活动更加无同，有彩歌嘉年华，也有80多场音乐表演。其中为日本来的室内音乐会门票老早都已经卖了，刷来耶诞节也有新正年特别来啊！今年嘉义市政府要用音乐会陪伴大家来过好年。 嘉义国际管乐节总办记者会，活动请到摕到全国音乐比赛第1名的博爱国校登台表演。今仔动作真济，大家表现拢足专业的。为着让嘉义行起的国际，市政府今年搁一届办国际管乐节，邀请6个国家拢总在座的团队来台湾表演。其中日本室内音乐会票才开始卖无偌久尔，就红烧完。我们一定要让嘉义市被大家看到，不能被遗忘。欢迎 每一个人来到嘉义，共襄盛举这一个管乐团。今年的活动唔但国际化，阁真多元，拢总有50组国内外的乐团会出现伫拜6要办的彩歌嘉年华顶的，阁有80几场的音乐表演，为12月20起鼓，一路办到明年的1月初1。圣诞节甲新正年拢要到啊！嘉义县政府要用音乐来陪伴民众做花过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